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18，旧历的2月12，礼拜一。今仔日政坛上大条的新闻，就是赖清德宣布要来投入到民进党内的总统初选，这等于是正式宣布要来挑战现任的总统蔡英文。这个相关的消息，等一下来报道。先来看这件非常恐怖的坠楼的事件。桃园机场第2航站的大楼有一对翁仔某伫4楼的楼梯起口角，这个做翁婿的袂堪入去，竟然甲太太抱起来甲拼落，甲这个太太为4楼顶弹落2楼的防护网，随后家己嘛对咧跳落，这将近有10公尺悬，两翁仔某拢受重伤，看到的旅客拢硬气。 他把它丢下来。对啊。女子摔伫机场手推边的防护网顶面，看到民众拢惊到，赶紧叫警察来。女子身边还佫有一位男子，两个人拢昏去啊。透早伫桃园机场第2航站的出境大厅，有民众看到一对男女伫4楼的楼梯发生口角，两个人的情绪拢非常激动。男生把一个女生推下去，很巧。 一生气，男子把女子抱起来，然后向下面弹落去，互伊摔伫2楼的防护网顶面，然后家己咧嘛跳落去，双方拢受伤。万男的部分，他是要出国，他可能要回美国。那可能女生的部分，她可能是到机场来找他。4楼到2楼，将近有10公尺悬。警方调查，两个人是翁仔某。 男子是姓万，32岁，边仔骨骨质，意识清醒。伊是中国籍的，毛美国籍的身份。太太姓张，33岁，下海骨质，台湾人，也伫昏迷当中。两个人疑似是因为家庭因素伫机场冤家，警方嘛以同伤害罪进行侦办。